用心来敬拜主，请奏乐。我真正，互我的心平稳安静，亲像当年的囡仔，我伫伊的老母。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亲像当年的囡仔。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对即时到永远。圣诗134首，
老母早带囝儿，请兄做起立。请游玩兄弟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免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大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毕业岛入内受苦，顶世过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试验中国外上天，他接着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路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时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35篇，箴言第4章。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嘛毋通放弃我所讲的话。毋通弃失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依爱智慧，伊会照顾你。
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要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对我参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管滴伫你的头壳。将平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回受。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因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也袂当着滑倒。着持守假时，毋通放松。着忍受好受，因为智慧是你的话命。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的白上帝，我们来学罗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你使阮活命，赏赐天地万物，互阮享受，互阮随时会当来祈祷，来亲近你，倚靠你。你是阮永远的白上帝。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伫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间，你使阮平安，使阮喜乐，互阮会当同时伫教会、伫线上斗阵来敬拜你。伫即个疫情的时代，我们感谢你来看顾台湾，互阮伫危机的中间看见希望。虽然即个世间有苦难，你爱阮放心，因为你已经赢过世界。你爱阮将所有的重担拢交托予你。主啊，阮感谢你，使阮每一个人拢有妈妈来疼惜。你无条件的疼，真做妈妈的疼，互一世人拢有你的疼来包围。今仔是母亲节，求你的圣神甲每一个妈妈同在，使因每一天拢健康、欢喜、甲快乐。主啊，阮敬听的平长老已经离开世间，回去主的身边。求主你来安慰伊的家族亲人，因为伊美好的见证、信仰已经留伫阮的心中。即时，阮求你安静阮的心，恳求圣神来踮伫阮的心内，互上帝的话、牧师的讲道、甲诗歌来拍开阮的心，充满阮的心，互所有的姊妹、兄弟姊妹拢得到满满的快乐。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今仔是母亲节，主日的小朋友因用录影，献这首歌给咱所有的妈妈，为我勇敢的妈妈。的妈妈，以前只是孤生女儿，你的爱被人呵护，现在我勇敢了。我在我那个时候，你这样的难免被温柔拥抱我，我所有的情绪，妈妈你都承受，只要我和你就足够。要去照顾全家，也要记得休息呀。
你不用一直刻意表现自己很坚强，当你感到疲惫，让我帮你一下。谢谢你陪我长大，我的手多，大家都在跳哎。你总是照顾全家，也要记得休息呀。你不用一直刻意表现自己很坚强。谢谢你陪我长大，我的妈妈。这是主日后献予大家一首诗歌吼。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伫咧厝的录影，有的是妈妈录的，有的是爸爸录的，有的是囡仔家己录的。啊，感谢青年团嘅会长吼廖恒安，伊甲咱迄落后置吼，真古锥。啊，大家看囡仔的表情，敢若拢足严肃，拢笑袂出来吼。因为第一次面对镜头，大家因足紧张的吼，笑袂出来。妈妈其实伫咧边仔甲讲爱笑，其实笑袂出来，足勉强的吼。啊，多谢大家，啊嘛，互大家迄落即个圣诞节母亲节快乐，歹势，母亲节快乐。好，啊，煞接咱来要读上帝的话吼。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7节。有人带婴仔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因。学生看见就责备因。若是耶稣叫遐婴仔来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抵禁伊，因为上帝国是即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通入去。讲道，请本堂张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返老还童。
我想讲00即句话毋知要安读吼，欢乐欢同吼，中文敢若较无即句话吼。台语安怎讲哈？台语敢若无即种的话吼。我去也查一下吼，倒少年啦吼，倒转去少年，还是倒青春。后来去我想着讲，以前看报地二吼，有一句话叫气怒欢笑，哦，迄种药啊，若练落去，迄个功夫若练落去，气怒欢笑啊，就是讲咱会通倒转去到少年的时代。我想对咱中间一寡较长辈来讲，咱拢真爱以赛亚40章即个圣经。伊讲少年人真有气力啦。总是因嘛会善嘛会恶吼，像头先啊，主日学妈妈咧照顾规个家庭，因嘛是爱，嘛是感觉有时会真野心啊，不需要装的那么坚强吼。伊讲勇壮的人嘛会跋倒，独我靠摇花要得到气力，因要福道少年亲像鹰鸟，体势飞悬，走无野，行无险。我想咱拢真望有即种的能力。所以即句话咧讲的是，我靠上帝啊，互咱有能力、有气力，通面对生活中、生命中一切的挑战。所以今仔日欢乐欢同，也是讲咱讲气怒欢笑，伊的重点较毋是讲气力的恢复，伊的重点较强调，不管你今年几岁，咱阁倒转来亲像囡仔、亲像细囝迄种生命的特质，迄种的性格。所以，咱对主耶稣互咱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啊，来学习今仔日啊，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请甲我同心来祈祷。主伫母亲节的时，愿用欢喜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一方面，愿献感谢，因为阮每一人几乎拢是伫妈妈因用看无家己，完全牺牲的疼所培养、栽培、养育大汉的。主，阮伫妈妈的身上，小可会通体会上帝你对迄种的疼。要怎样看无家己？要怎样完全牺牲，为着囝儿性命都愿意放，即种的疼痛。主，阮感谢你，互阮伫母亲节的时来体会上帝你的疼，因为母亲的疼就是神圣。就是亲像上帝你对阮的疼痛，阮伫即个时阵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面对养育囝儿，面对上帝你将一个真宝贵的生命产业交代互遮的父母，特别是妈妈，因的责任是何等的大，因所需要做的牺牲是何等的伟大。主，阮感谢你，求你互遮的妈妈。不管咧面对囝儿什么款的问题，因有缘会通知影，伊毋是孤单咧面对，伊有上帝通去倚靠，因为你是妈妈的妈妈，你是因的气力。阮想起伫战争中间特别伫乌克兰遮个老母，也是俄罗斯遮个兵仔的老母。也是伫战乱中间，遮个难民，毋若干那遮个妈妈伫母亲节心内艰苦，阮也有真侪伫台湾，甚至阮教会兄弟姊妹的中间，有为着家己的囝儿身体欠安伫病院，心内咧艰苦；有诶为着囝儿的婚姻事业各方面，主阮的看路实在是真多。阮需要上帝你的扶持，需要你的帮助。伫母亲节的时候，想事遮个妈妈佫较有气力，嘛互遮个妈妈知影，因的背后也佫有上帝你通好来倚靠，也互阮今仔日了有机会甲红花的珍惜
也甲妈妈做伙斗阵这段甜蜜的时间，互阮用感恩孝顺的心，互因伫世间的日子因为阮对因的尊敬、对因的疼，来得到安慰来得到快乐。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口罩要摕起来，我有去查过吼，这是合法的啦吼。因为目镜拢定定会雾去吼，所以歹势我摕起来。趁这个机会，今仔日知影真侪人因为疫情关系，毋敢来到咱遮做礼拜。我趁这个机会食公济私，阮妈妈即马伫美国，暗时7点半，伊嘛咧看即个礼拜啦吼。今日无伫遐陪因，所以甲伊请安一下吼。毋忙所有不管伫现场，还是伫厝里，祝所有妈妈大家母亲节快乐。咱今仔日的经文会通看见，随上你即马吼，今仔即条歌叫做啥物？勇敢，妈妈为我勇敢了，为我勇敢的妈妈，你敢捌听过？我毋捌听过吼，我嘛毋捌听过。你若去网络甲查吼，歌颂老母的歌实在有够多啦，有够多，有够多。迄甲歌颂爸爸的歌不成比例啦吼。其实咱从细汉咱就知影，这首歌吼，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以前拢都爱去背的一个。伊即种对着老母安那要出外囝儿添衫，伫迄个所在甲伊祝福伫遐期待伊较早佫倒转来，迄种的心情描写了非常的好。这是古早囝儿要出外，因对因的笑脸。过落去，我看有足侪我迄个时代啦，即马新的歌太侪咧，老母的歌太侪。妈妈，请你着保重啦，母亲像月亮一样啦，天下妈妈都是一样。这你若知影即条歌大概就甲共世代的人吼。世上只有妈妈好。听讲周杰伦最近即个什么听妈妈的话，我是即个拢是真好，会通引起咱共鸣的一寡歌颂，也是少年妈妈的歌。伫教会内底一寡歌咱较熟悉，社会真少咧唱。所以你也听看者，恁捌听过教会内底咧讲妈妈的歌，甲社会咧唱小可无啥共。教会咧歌颂老母的歌，拢有提到老母伫暗中为着囝儿的前途，为着因的灵性伫遐来祈祷。我真爱即个胸前挂着一蕊剪良花，恁捌听即条歌无？少年阿母的温情吼。伊照顾我身体养行，总是毋是干那外在身体养行，伊嘛关心咱的灵魂活命。你不时为着我的将来流目屎在祈祷付出关怀凡事忍耐，家己悲伤藏伫心内。阿母，你的温情亲像大海，即个咱教会较有咧唱真好听的一首歌，我毋知这为倒位来。还佫另外一首是华语的，你捌听过这首无？地上万物终必归回，花草树木旦夕枯萎。这个是咱台湾一个作曲家写的吼。伊讲日暝伫眠床前，为着我祈祷，定定为着我流目屎。寸心何报三春晖。所以伫华语，伫教会咧唱的歌，有咧强调妈妈伊的疼，也伫暗中、伫灵性、伫身体，毋是干那养育一部分。总是我即摆今日要甲大家想的，就是讲，你今仔日吼，咱拢大部分拢假设拢是朝成人啦吼。即摆你咧想你甲妈妈的关系，是较属伫即摆即个关系，老母也过伫咧，也是你咧想伫母亲节想起，拢想起较古早，我也真细汉的时阵，老母准备便当啦，准备什么这，好像对我来讲，特别我即摆老母无伫身边吼，我想起这代志，拢较想起较古早迄个时代。迄个时阵，咱怎样选的时阵，互伊照顾，
伊为着阮去读册，都爱准备逐工的便当，伊安那教示咱，伊安那安慰，有时咱考试失败，伊伫迄个所在安慰甲鼓励，佫真重要。阮爸若要甲我拍的时阵，拢老母出来求情啦吼，伊出来伫迄个所在讲，好啊，伊也知影甲爸爸下失咧，甲伊讲后摆毋敢，后摆毋敢，莫搁我拍，莫搁我拍。所以咱拢知影即种诶老母的照顾，咱真少念过去即段时间。因为迄个时阵，咱伫抑个至少一岁到10岁中间吼，咱得到帮助，得到协助，老母可能是唯一的来源。咱要食饭，咱巴肚枵啥，拢是找老母，伊是咱唯一的来源。所以咱当时咧想的，就是较会少年囡仔的时阵，10岁以前，甲妈妈迄种互动关系，定定拢刻伫咱的心内。总是无偌久以后，你读初中，你读高中，你读大学，离开即个家。有一天你转去讲，我甲妈妈比大汉，我比妈妈较大汉啊！即摆逐个营养拢真好。国民校的囡仔都已经比妈妈较大汉，我会通甲伊平起平坐了。然后佫经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讲，妈妈哪会遮尔弱小？妈妈哪会变做遮尔像伫无意中，伫我印象中，伊逐项都会晓，逐项都拢帮助我。竟然伊是这么样的弱小。母子关系对着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社会历练有咧发生变化，伫无形中，虽然是也是老母甲囝，总是迄个关系逐渐在逆转啦。以前妈妈是主要，咱是辅，渐渐的变，最后成人以后，咱迄个关系逆转了后，有时咱会感觉讲，敢若朋友，敢若甲我同辈，到妈妈年老的时，有时咱用敢若咧教示晚辈的态度，你当都毋捌，这你也袂晓，你也咱说用即种的态度咧对待咱的关系逆转。迄个养父关系本来是伊咧养育咱，再渐渐变做可能咱来照顾咱的老母。迄养父关系的逆转关系嘛，已经有小可改变。但当时细汉的时阵，因为伊是咱唯一的帮衬，是唯一得到要活起来唯一的气力，所以迄是单一关系。所以咱渐渐大汉的咱发展出多元关系出来。咱有咱家己的朋友，咱有咱家己的事业，咱有咱家己的家庭以后，妈妈这个关系都毋是遐重要。所以母爱依旧，总是我已经改变。老母听你，不管你到90岁，老母嘛是爱听你同款。我已经改变，因为我已经独立，我会通靠我家己的生存。我伫其他的所在，我毋是干那老母会通安慰帮助我有其他的来源。得到帮助，得到慰藉，伫体力上，甚至伫智力，对科技的吸收力等等，我认为讲我已经比较有气力，所以会产生质变，所以我咧想啦吼，我家己毋捌做过妈妈，所以我毋知。我想要问看卖，你做一个妈妈。当然，你的囝儿会通顺利长大成人，一定是足欢喜、足感谢。中间经过偌侪破病、偌侪目屎、偌侪囡仔已经拢成人啦，你已经真欢喜、真感谢囡仔长大成人。总是你若对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你是较爱囡仔细汉的时阵较古锥，甲咱较大体进。也是成人以后，你感觉伊较好？妈妈咧，咱敢要做一个调查？囡仔坐伫边仔咧歹势举手，无要紧啦吼。我是家己想象啦，可能即马妈妈因较依赖咱细汉的时阵，甲因迄种的关系，迄种互动的关系。
为什么囝儿成人以后无亲像细汉的时阵遐尼古锥？今仔的问题讲，耶稣讲恁爱亲像细囝，伊爱咱倒转去亲像细囝的关系。所以成人这个成长的过程，一定有互咱失去某一种的特质，某一种的性格。到底咱失去什么？咱失去真天真啊，相信。我来分享一下我家己的经验吼。天真的相信，我即马对阮囝上大的孝念，就是阮的第三个。上大迄个代志，我永远会记哩。迄尤进，伊差不多 preschool 大概4岁到5岁。有一年吼，圣诞节的时啦，伊相信有 Santa Claus 啦，所以迄届因为圣诞假，阮就要去拉斯维加斯。伊惊 Santa Claus 送礼物来，伊无伫咧，所以伫咧圣诞树下骹用迄个简单的英语写几句讲阮因为出外啦吼，所以你若要送我礼物吼，请你放在遮安尼，我甲你留即个糖你会通摕去食安尼，迄美国礼啦吼，阮会无伫咧安尼，很可爱。迄张单我今仔也留咧啦。我想他相信迄个时阵，伊也相信有 Santa Claus， 讲足单纯来相信。今日咱所失去的，就是真敢去挖苦。囡仔伊真敢去挖苦，因为我知影你听我，什么代志我拢会通甲你讲，你拢会通尽力的开来帮助我。咱失去好奇，什么代志咱今日看做啊啦，有什么代志通好，互你感觉真惊喜，互你感觉真欢喜，这会通激动你的心的物件愈来愈少啊。咱失去迄种对生命的好奇，对人的好奇，咱失去谦卑，失去感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咱伫成人的过程中间，无形中造成咱家己失去遐物件，咱家己嘛无讲真清楚，因为真现实。确实，你若要照囡仔的吼，迄个思想态度，伫即个社会，你可能无法度通生存的落去。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加3节尔，有人带婴仔，若是台语的圣经嘛有翻译做囡仔啦。有人带囡仔来就近耶稣，要互伊蒙恩。学生看见就责备遮的父母，总是耶稣讲，互遐个囡仔用稳来就近我，无得禁伊。后壁即句上重要，因为上帝国是亲像细囝即号人的。学生可能是好意啦，因为真正吼囡仔有时真吵，有时互咱感觉真烦。要陪囡仔佚佗嘛是真忝的代志。学生好意讲，互主耶稣来休困，莫互囡仔来检查是好意。总是耶稣充分体会每一个父母对囝儿迄种的心。毋通，你是一个劣币，你是一个先知，你来祝福我的囝儿。做牧师为什么会受到安尼的要求？牧师拜托你来替阮孙仔祈祷一下。耶稣充分让人体会父母这种疼囝的心，总是伊互伊一个真重要机会教育，就是互遮学生。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既然要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无亲像即马恁咧讲，真吵，真啰嗦，你搅乱咱的生活。你若无亲像细囝，你决断袂当入去。我想咱拢望将来伫上帝国，咱即摆伫地面上，将来去到上帝国规划做上帝国的国民的时阵，耶稣讲，上帝国国民的秘诀亲像细囝。亲像细囝，因为天国是亲像即号人的，所以将来咱伫上帝国，咱伫永远的祖家看到的吼，就没有很多的面具，没有很多的虚假，没有很多成人世界那一个框框。你不是讲那些学囡仔要像小孩子吗？小孩子当然真古锥，总是因嘛有真侪负面，互咱今仔日看是伤过头幼稚啦，伤天真啦。你甲代志想啊伤简单，世间毋是遐尼简单的，所以不成熟。
有时因的负面的特质，讲囡仔有时真正无法度分别啊，这到底是咧骗我，是咧讲笑话，还是真正？因真容易互骗去。啊，因时常嘛会犯错，跟交代讲毋通摸这，毋通摸迄，总是调皮捣蛋，就好奇，就逐项去做，时常犯错。囡仔有时嘛是敢若，哦，我即马直直要伫，你即马无互我，我就伫遐哭，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闹，冲动短视，这拢是负面的一个特质。耶稣咧讲诶，讲爱亲像囡仔，大概毋是这方面呢。伊咧讲诶就是讲，爱亲像细囝，可能最重要诶是咧讲关系。像我头先一直咧强调诶，咱会囝儿抑阁真幼稚诶时阵，代志真多，你爱操心，逐工爱去接送，啊去送伊去补习等等，你真操劳，啊嘛是定定互伊真烦，真受气。总是迄段时间过了后，你即马上少念的，就是迄段时间，伊挖苦你，伊甲你烦，伊伫迄个所在甲你闹的时阵，迄种关系是后来父母上大的享受。所以迄个时阵，伊是安那来甲我有迄种互动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家己咧想，今仔日妈妈，咱咧少年的检查嘛是一方面。甚至你较爱讲，安尼亲像囡仔安尼，伊若会通亲像囡仔安尼听我，安那会通亲像囡仔安尼甲我互动，毋知要偌好。我想主要说，讲恁爱亲像细囝，除了咧讲遐真单纯的话课以外，伊主要是咧讲关系。恁爱亲像细囝甲上帝即种互动的关系，亲像你对虽然的时阵对老母迄种的关系。成人世界有真侪框框啊！吼，咱受教是讲，你毋通伤幼稚，你毋通伤天真，你毋通凊彩相信人，特别即马诈骗遮尔多。有人讲感情毋通太直白，你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安尼伫社会较好生存。大汉以后，人拢甲你讲，你爱安尼做，你爱安尼较得体，毋通像囡仔安尼来迄落。所以咱就变成要有很多顾虑，有很多的框框给咱限制，互你的真实的自我表现袂出来。我想老母、妈妈可能真忙，你伫我的面前无需要戴个面具，无需要有任何的顾忌。我袂甲你笑，我袂甲你骗，我袂甲你陪伴。是毋是咱咧讲，伫听妈妈，还是咱讲听上帝？咱有亲像细囝，容易表现真实的自我，也无？我伫老母的面前，我伫上帝面前表达我对伊的受气，表达我对伊的不满，表达我对伊的疼，我对伊的笑脸，一点都不可耻。也不需要有所顾忌，所以咱会通看见，你捌听过即个四彩于亲的故事啦吼？是以前咱读册时阵拢讲24号内底有一个叫做老来子吼，老来子啊吼，这我去遐查，伊种春秋战国楚国人啦吼，可能是真正有即个人啦吼。即个老来子吼，姓来啦，毋知叫啥名。24号内底哦，有啥物些卧冰求鲤啦，啥物有诶梦中主这孝财于亲，就是老来子的故事。伊对伊的父母吼，虽然家己已经70岁总是伊对伊的父母真友好想尽办法。伫迄个时代就知影讲爱食迄个较柔脆吼，无喙齿互伊较会通补很甘甜，咱即摆是较无爱啦吼。很甘甜，看来互父母糖尿病嘛毋好吼。毋过迄个时阵要食甘甜的物件可能真少，所以想尽办法，互伊的父母通食甘甜的柔脆的食物。70岁总是伫父母的面前毋敢讲伊老，父母在，不言老。看一寡图就是讲，毋若安尼吼，讲即个老来子定定穿一寡安尼足鲜艳的，迄个服装。
家己家囡仔的款式，你看那真幼稚啊，70岁啊，你啊迄落，啊伫遐戏人啦、跋倒啦、假跋倒等等，干那为着要伊爸母来欢喜。咱讲假狂假笑啦吼，伫老母的面前假狂，无所顾忌。有时会啦，咱会使甲讲，迄个人真幼稚，总是迄是伊对老母迄种的友好，迄种的孝心。我想今仔日耶稣咧甲咱讲的话，就是讲气怒欢笑，把成长过程里面你戴上去的面具，伫上帝面前把它脱下来。恁甲上帝关系应该亲像安尼。无亲像细囝，无亲像细囝，甲伊爸母迄种的关系，决断袂当入上帝国，讲得斩钉截铁。是咱来想，如果上帝是全能，永远存在，你伫全能的上帝面前，要假讲我真捌，要讲我真诚实，要讲我真敖，敢毋是真幼稚，反而真幼稚。要互上帝欢喜。就亲像细囝甲伊老母迄种的关系，回归孩子的样式来亲近上帝。所以今仔日主题是兄弟姊妹，咱不管你今年80岁、90岁、100岁，咱互咱的天父迄种至子之爱，迄个相信、迄个倚靠、迄个交托，是咱以前捌有，所以今仔日咱已经失去的。上帝通得到你这种听也无，对上帝用至子之爱来回应。咱的老母是愈来愈随咱，以前会通甲咱抱，会通甲咱爱，推动这个摇篮的手，今仔日已经无力。都是上帝，迄双看袂见的手，时时亲像老母。护卫着，因为伊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来背负着我们。所以咱来听上帝家己安那来形容伊家己。以赛亚46章第3甲第4节，最近我若有机会去探访，特别伫咱侪年长的长辈时，我真爱用即个圣经节。以赛亚46第33节甲4节，无咱来读看卖好，你安尼看有无？字毋是真大字，咱来读看卖好。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也剩的，就听我的话。恁对出世就互我爱恁，然后陪恁也是爱恁；对出胎就互我怀抱。干恁年后，我犹原是安尼；到恁头毛白，我犹原怀抱恁。我已经做恁，也要爱恁。我要怀抱恁，也要救恁。耶稣即上帝家己，亲像一个老母，我生你，我创造你。到你年老的时阵，对我来看，你也是我样的，也是我的细囝。所以伊犹原也亲像老母一样，来爱咱、怀抱咱，伊是咱永远的母亲。下面咱就用这首。咱讲叫做囡仔歌吼，耶稣听我，我知明。这个儿童版的吼，最近有人传给我一个叫做长辈版的吼。咱来读一个歌词，然后这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为救有退缩。长辈版的吼，中辈版的咱来读看卖。耶稣听我，我知明。虽我已经真年老，我的目睭常蒙雾，我也犹原仰望伊。是耶稣听我，这是副歌。是耶稣听我，是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第2节儿童版的，耶稣听我，伊有死，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过，伊洗净，互伊细囝。入内面，来咱来读中辈版的。虽我体力渐衰退，行路脚步变真慢，主要牵我过旷野，带我进入迦南地。是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第3节。耶稣听我三顿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落尾，
伊要带我见天父。咱来看中辈版的吼，我的记忆在衰退，甲我以前袂当比，总是内心真甘甜，有主通靠，无惊吓，是耶稣听我，是耶稣听我，是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咱来唱一解看卖，互你家己选择，你要唱儿童版的，还是要唱中辈版的吼？上帝，咱用即个圣经来做今仔的根据，做伙来读。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个决断袂得通入去。路加18章17节，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用你的话，互阮知影，虽然阮即个有限的存在，对细汉到年老，你永远拢是阮的老母，永远拢是阮的上帝。主耶稣听我知明，求你帮助阮，用亲像细囝对老母迄种的相信，迄种的倚靠，迄种的求讨，迄种亲密的关系。阮甲上帝你的关系，也会通亲像安尼来建立。主，虽然阮不管是少年还是年老，你听阮，因为有记载伫圣经。感谢你，诚做阮的天父，诚做阮的老母，诚做阮随时的帮衬，亲像阮伫世间的爸母一样。感谢你，求你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有健康、平安、快乐，也祝福阮，互阮伫世间家己建立亲像母囝迄种亲密的关系。祈祷耶稣名来求，阿门。接接咱来念回应诗歌，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我
请坐，即是来奉献，请梁家宏执事、戴任宽执事来书献。请坐，煞接要请张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大家平安，咱中学金委员会大家伫母亲节甲感恩节吼，拢会对咱教会内底主日学少年团体、青年团体有好的表现的学生吼，来颁发奖学金。今仔受罗长老交代吼，伫遮来介绍咱今年领到奖学金的几个同学吼。因为疫情的关系，主日学拢伫线上吼，嘛有的同学伫厝的phòng隔离吼，所以咱今仔日跟咱2位。来到咱中间吼，其他我嘛是拢介绍吼，咱请云轩甲恒安来吼。恁咱先来讲几位啦吼。今仔日的迄个，咱今仔日主日学有3位吼，第一位石家乐吼，伊是石波刚执事甲潘淑华的囝吼，阿公是石义德，阿嬷是张丽红哦。第2位是陈立恩吼，陈立恩的爸爸是陈其正，妈妈是杨佳琪，是咱约瑟长老甲美容长老的孙仔。第3位是陈永仪吼，爸爸是陈君宁，妈妈是杨嘉欣吼，嘛是咱约瑟长老甲美容长老的孙仔。第4位是赖宽润吼，爸爸是赖明恩，妈妈是谢雅英吼，阿公阿嬷吼，阿公是谢康雄，阿嬷是徐彩秋吼。第4位吼，是梁云轩吼，梁云轩伫咱头前吼，伊爸爸是咱早起带歌的梁家宏执事，妈妈是林恩慈老师。第5位是廖恒安，恒安爸爸是廖仁哲，妈妈是咱李梅欣执事，阿公是李甘雄长老，阿嬷是于锦惠。第6位是胡永珍吼，是咱湖中一长老的查某囝，妈妈是杨美娟吼。咱真恭喜吼，因即几位吼，会当即摆母亲节得到咱的奖。咱来甲云轩来云轩。今仔日无来，咱会报应啦吼，会甲报应咧颁奖，我就感觉足见笑的。
我拢毋捌互阮妈妈有即种的欢喜甲光荣，大家也毋捌得过奖状。拄我食迄奖学金吼，减一个小朋友，我今日考啊甲讲者吼，赖丰义，因爸爸袂记你甲叫伊的名，敢若记着哥哥、迄个弟弟的名袂记哩吼，伊赖丰义。啊，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注意学即边三个小朋友，我特别爱甲大家讲一下吼，就是石家乐吼，家乐是真甘心的囡仔吼，伊输琴啦，伊输琴足认真的，但是有小朋友无法度来，伊拢我安尼吼，自告奋勇吼，啊真乖，啊特别拢。伫拢帮拢会共斗相共安尼吼，啊，迄个陈立恩吼，陈立恩小朋友啊特别爱讲，伊迄个阮有这一季吼，就差不多一季，伊拢有阮有迄个 Q， 逐工拢有迄个 QT， 就是讲灵修的迄个本子，啊，伊拢超前，伊拢写变较紧，比如讲即摆已经即摆4月已经写5月安尼意思，拢写足紧，啊，我讲恁来。弄忘记时间哈，就是写到忘我安尼。我甲问讲，你怎么写这么快？伊讲我妈妈逼我的。我想伊是开玩笑，因为他很以前伊爱写这哈。我知影讲有奇正，因爸爸奇正嘛有伫陪伊啦吼。虽然是讲真无用，嘛会给提醒讲囡仔讲爱来做这个代志吼。啊，丰毅嘛是共款吼，伊嘛是因爸爸拢会讲拢是拜六吼，拜六来补这个进度。啊，拢甲爸爸讲，要安怎写啊？问啦，圣经迄看无，拢甲爸爸讨论吼。啊，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因为咱即卖这世代变化足紧的，啊，像即卖咱即2年，大家拢定伫咧线上，拢无法度见面吼。啊，像助理的嘛是有当线上，啊，有当时啊，佫有足侪代志爱做吼。啊，对囡仔信用的培养有方面，咱都有当时啊无法度完全拢靠助理哦。所以我的想法是讲，咱助理哦都。开启每一个家庭，都每个家庭拢是主日学。啊，爸爸甲妈妈一天10分钟，甲囡仔读一个圣经。啊，阮即摆迄个课本真古锥吼，就是大家拢真爱听，内底有漫画啦、图案吼，囡仔拢真爱看。啊，你若甲其实短时间，啊，你会受益良多啦。这个大家分享。啊，即摆咱来报告吼。啊。多谢主日学校长，他们很尽心吼，啊，咱的主日学越来越好，所以鼓励咱有囡仔孙仔啊，请伊来参加咱的主日学吼。啊，我趁这个机会，我拜托咱的长子吼，先把母亲节的小礼物吼，送给我们现在座的所有的妈妈吼，做妈妈足骄傲足公平吼，所以你若是妈妈，请你举手拜托咱的长子今麦来，所有在座的妈妈们都代表教会对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意了哈我知影妈妈这个是小小的礼券哈这今麦教会本届礼券有一个规定了哈，这个给妈妈的就是不能买东西让你的囝食吼，这是要互你的吼。所以300块开你家己的去啉咖啡也好，创啥也好，都是无恁翁甲恁囝无资格通好享受这个礼券吼。所以这个是最新的规定了吼。所以这个是你的哈一定就是拿去使用在自己身上，安尼咱才有意义。虽然你很愿意牺牲给你的孙总是这个所以迄个先生还是小孩，爱鼓励妈妈去买家己爱买的东西。毋知有人无收到无？有无有人无？请无客气吼，请无客气，这是足公平的。今日在座，不管你是毋是伫咱迄落也真欢喜。今仔日有几个真侪囝孙吼陪妈妈来吼，我有看到张永禄吼。永龙兄的公主吼甲新妇真欢喜，因为美国即马倒转来遮要照顾爸爸妈妈吼，迄个因转来伫遮陪妈，毋知抑佫有特别我需要照顾介绍的无？毋知有人无摕到无？毋知有人有都有拿到了哈。对啦，好因为疫情关系，即寡长辈唔敢来吼，所以咱周报看了有写，就是讲今仔日无来吼，咱教会的姊妹随时可以来
随时可以来办公室领了哈，我们有保留啊。如果说阿姨住在我边啊，有人叫我给带领，你就签个名字，你拿给谁啊？办公室办公时间都可以来拿这个礼券哈。多谢咱大家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哈。啊，我煞只报告吼，无数头头3点拢已经讲了，我讲第4点。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啊，咱智慧手机班甲长青的伙伴5月拢停止吼，就是无上课。啊，甲6月要看情况吼，再来决定。啊，即马主日学拢线上，甲5月吼，5月底拢线上，线上举行。啊，请大家会当，若是有囡仔吼，会当互伊来线上跟有一寡活动吼，真趣味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请大家会当下载迄个社交距离的 QR code。万一咱若是有迄落确诊，还是讲厝的人有人确诊，请麻烦甲牧师还是办公室讲一下吼。啊，第5点是后礼拜是玉山实行因的纪念主日，学校派慈宜平的总务长来本堂正道请安。第2点，张牧师明仔载就要去美国，张牧师也无师娘啦吼。要去美国啊，3礼拜，6月初2才会转来台湾。那有代志，请甲张牧师还是办公室来联络，啊，祝福牧师甲牧师娘一路平安。团契消息，上联团契后礼拜停一遍吼，因为疫情的关系，请上联的兄弟注意。啊，第2点是妇女团契本来5月21要伫本堂举行的东区联谊，嘛延到7月初2举行。集体关怀，咱所敬听的平民用长老第5月初5已经过身吼，等于主的身边，享年93岁。啊，平长老的告别礼拜伫个5月27拜5，上午8点伫个第一殡仪馆，请大家为着遗族来祈祷，求主安慰甲扶持。好，迄个平长老的家族，因为考虑到疫情吼，可能到5月底可能会很高峰，所以有交代讲，即届个别礼拜是家族性吼因家己家族伫遐来孝念，望后摆疫情若较平缓，以后我们再看找一个机会伫教会来做追思的礼拜，所以即届可能雅音也是教会兄弟。伊甲大家多谢，讲咱可能毋免专工拼去遐，疫情大家较安全吼。这第一项，第2项就是咱确定礼拜煞特别有翕相的服务吼。啊，你家一个嘛好，啊若全家几个人也好，你若要翕相吼，拜托先等楼骹柜台小登记一下，然后来遮等。咱要用这做背景吼，今仔日花也真水，这做背景翕，翕了的人就到对面的办公室，稍微等一下，马上就可以 print 那个相片出来给咱，所以要翕相的人，请你大家稍等一下，咱会照次序一个来徛伫头前遮，翕了，就过去办公室，伫遐大家开讲一等时就马上会通摕到实体的相片所以望，虽然你今仔日敢加一个来，嘛欢迎你来翕一个相2022年的母亲节在南门教会照的相真难得多谢樱花组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多谢。上营390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
甲咱正大家特别甲所有妈妈们三甲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请坐，别倒避讳。迄个研发组的吼，咱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的名单，毋知通先互我一个无吼？咱伫遮等吼，等写啊，咱照次序吼。毋知迄个思涵啊是迄个干事，如果恁有迄个程序，知影讲恁安排什么人先，我们就赶快吼，可能要快一点啊，较袂拖伤久。啊，迄个啊。